大家好，我係天文陳公子。今日介紹嘅單位咧，位於荃灣雀躍亭一個兩房單位，實用面積咧係450尺嘅。我哋而家一齊嚟參觀下。由門口入到嚟咧，我哋見到一個純白色嘅開放式廚房，前邊咧做咗一張吧台，方便食飯嘅。側邊咧，我做咗一個獅字櫃，可以放鞋同雜物。客廳都闊落，而窗外嘅景色咧係遠望南巴勒海峽嘅海景嚟嘅。業主咧將其中一間房咧做咗書房，對面咧就係洗手間，浴缸改咗做企缸。行前少少咧就係我哋嘅睡房啦，係一張雙人床。業主咧亦都做咗一個大櫃喎，由咧底上到屋頂嘅。今日單位就介紹到呢度，如果有興趣呢個雀躍亭嘅單位，歡迎聯絡我天文陳公子。拜拜。